相思落叶曲一片，情难断，断袂离，一寸伤痕累累。我用痴情绑自己，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搁爱你，徛在雨中出汗家己。我会用时间将你放袂记，才知家己毋捌绝情两字。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哥，大兄，真正是气死人！发生什么代志啊，婉婉？哥，阿姊哪会嫁予遐尔无公道理的人做新妇？你是咧后白讲啥啦？大阿姊叫我去食皮，做阵去德山，迄个老怪婆故意刁难，讲啥物会抢着，会有歹运，讲迄啥物话啊？婉婉，袂当伫背后批评长辈哦。大兄，江阿姆真正足无讲理的。偏偏，大姊嫁去港家。是家己心甘情愿的，江阿姆的好歹，咱无权利去干涉。大法官，这毋是法庭，免甲阮讲啥物权利义务。我干那问你，阮要去德山看老姆，你要去无？你是毋是袂当去？大兄，你哪会遮无认真味啦？算算去，我早就约着，会有这款结果。冰冰，咱来去。婉婉。这间厝内还有其他人伫咧哦。平阿伯、平阿姆、大嫂、高仔、高仔，食早顿啊未？婉婉啊，啊，安那七早八早都遮尔受气啊？你咧？平阿伯、平阿姆、大嫂、高仔、高仔，老早。好，你若要走，用个走啊。再见。再见。东东啊，你应该爱去啦。爸，我真正有一个真重要调查定爱开，我是庭长，袂用无去。东东啊，你是公务人员，无去阁讲会通，恁阿姊嘛无要去，这，唉。妈，大姊嘛同款是公务员，而且又苦衷，袂用讲话走就走啊。唉，感觉一个亲也未免伤霸道啊！哈！哎呀，头拄啊，东东搁咧讲婉婉，卖踮尻川后共讲有话无的。哎，你看啦，你即马吼搁咧讲别人的言啊话啊啦。哎，我是烦恼受受啊，以后的日子哦，搁真长呢。袂用的，我讲袂用的，就是袂用的，上工程嘛无路用。妈，安怎？娶新妇都无爱老母啊？我讲的话，即马拢唔听是？秀秀毋是要去耍啊，伊去遐只是要看老阿姆尔。袂用的，新娘啊，绝对袂用去病院，绝对袂用去丧家。妈，莫阁讲啊！秀秀，我的茶咧。茶我已经泡好啊。妈，你爱去买菜啊？是。菜买了，转来甲衫洗洗，然后甲伊边恁两个人转去恁后头。妈，我什么所在拢无要去啊。袂用的，这是规矩。
新妇过门第3天，一定爱回门。伊面，你甲秀秀转去，较早去，较早转来。哦，伊面哦，坐。阿公，阿嬷咧？阿嬷哦，唉，自从你走了，逐工拢踮喺你的房间内底戇神戇神。我替你泡一杯茶。秀秀，阿妈，秀秀，阿妈，秀秀，秀秀。叶明啊，秀秀伊敢好？秀秀伫阿公家，是阿公的掌上明珠哦。我知影。伊虽然毋是啥物名门贵秀，也毋过自细汉我就无互伊食过苦哦。我知影。秀秀讲过，阿公你真疼伊。我是信你的过啦，啊，毋过秀秀的阿嬷，伊一直烦恼，伊伫咧恁兜。阿妈，我真好，我真是真好。一边的妈妈对你好无？我唔信，你顶头顶甲足勉强的。真是嘞，阿妈，我一个人伫你房间的时阵，我感觉到你伫咧哭到足伤心的。阿妈，迄是因为你伤疼我，想过烦恼我，才会有迄款幻觉。秀秀啊，阿妈已经食遮尔济岁啊，讲真实的，我已经无啥物通挂虑啊。我上烦恼的就是你，阿妈，你做你放心，依萍伊对我真好，阮大家嘛对我真好，安尼就好。希望你真正真幸福。依萍，今仔日恁想要食啥物？阿妈甲我要来菜市买菜。阿妈讲吼，今日要下工食较切草嘞，嘛要互依萍试看嘛阿妈的手艺。多谢阿妈，唔敢麻烦你。我看也是凊彩买淡薄菜，叫秀秀做好啊。袂用啊，袂用啊，袂用。秀秀今仔日是新娘，免哪会用叫伊入去厨房呢？依萍啊，今仔日恁阿妈吼。就是为着你甲秀秀要点2步仔功夫，我只是分恁的福气。恁若是讲凊彩食就好，安尼我就吃亏啊哦。阿公，你莫甲伊讲耍笑啊，别人听到会抓准阿妈一定考到阿公呢。我才唔敢咧，恁莫看阿公安尼文质彬彬的模样，我才唔敢惹伊受气咧。阿妈，阿公比阿妈更较歹哦。袂啊，阮啊是互相尊重。对，阮哦，伫咧做任何代志，伫咧讲任何话进前，
拢会徛咧对方的立场，为对方设想，就连讲耍笑嘛有赞赞，绝对袂超过。阮阁会互相照顾，互相关怀。一鸣啊，你敢会当像我甲阿公这种方式，甲秀秀两个人做伙一世人？我会啦。弟弟啊，你陪一鸣开讲，我去换一束衫，我甲秀秀要去市场买菜，我先来换衫哦。喂，是，是，哦，是陈唔是？你好，哦，有啊，请稍等一下。一鸣啊，恁妈妈的电话啦。多谢阿公。妈，我是一鸣啦。恁佚佗了真欢喜吼。一鸣，若是我伫咧厝诶出代志，你嘛袂管我吼。妈，你身体无爽快上？我的手去滚水烫着啊！妈，敢有足严重的？若是无严重，你就不爱管我。妈，你即马甲秀秀，随甲我转来。我已经答应阿公要踮遮食饭啊。好，等恁两个若食饭饱，甲恁食剩的遐个饭菜包一寡转来花食咧就好啊。一鸣啊，什么代志？阿妈，阮妈妈的手去有滚水烫着啊。哦。阿妈，阿公，阮妈妈叫我甲秀秀赶紧回去。应该，秀秀，你赶紧甲一鸣倒回去。阿公，真实的吼，雄雄拍歹你的心情。秀秀啊，啥物拢莫阁讲啊，你甲一鸣赶紧倒回去啦。秀秀啊，回去啦！以后你若是无时间回来看阮，我会去看你的。一鸣，阿嬷敢会当去恁兜看秀秀啊？我欢迎阿妈甲阿公定来阮兜。好，秀秀，恁就紧回去啦。阿妈，阿公，再见。再见。阿公阿妈，我先来走。好，再见。算计。我看哦，秀秀日子歹过啊。
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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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莫这么激动啦！医生特别引准咱入来，你叫到这样大声，等下医生甲咱赶出去啊！我莫激动，我莫讲话。那安尼你就点点啊，坐咧妈妈的边啊，好不？好，我要坐伫这看我的手机。爸爸，这个物件你袂用黑白乱叮当哦。哦，我袂黑白乱叮当，我只要用目睭看就好啊。爸爸，妈妈面顶挂的是氧气罩，你袂用去食薰，嘛袂用去点火哦。好，我袂食薰，我嘛袂点火。爸爸，我出去一下。丽子，佩佩，啥子？老姆的病安怎？已经稳定啊，袂有生命危险吼。今麦阁真歹讲。哎呀，这间病院伤细间啊，老小姐，你应该甲老阿姆送去台北的大间病院啊。破病大院，还毋是住饭店旅馆啊？遐大间要创啥？哎，老细啊，病院若细间，设备就无可能会好；设备若歹，病人就无保障哦。只要医生的医术好，安尼就好啊。哎呀，这种细间病院吼，医生的医术哪有可能会好啦？好啊啦，阿财，这毋是正经发表会，请你唔通扰乱病人安宁，好无？是，婉婉小姐。爸爸，老阿伯，老阿伯，老阿伯，我号做吴公仔，请多多指教。老阿伯，你嘛唔通伤过伤心，人生百回，难免一死嘛。李子，啊？哎，我阁讲唔对啊啦。人食5谷杂粮，难免会破病。老阿姆是一个好人，我想一定会有好报的。对，老阿姆的病哦，一定会好啦。多谢，多谢。唉，我看是无啥对人啦。像这么细间的病院哦，看起来伤风感冒咳嗽，嘛无你较讲有效。搁再讲，亲像老阿姆这么严重的病，爱换一间较大间的病院啦。吴总经理，你减讲2句啊，敢会用的？哎，彬彬老细啊，我这是实话实讲呢，这是性命有关的代志，袂当滚耍笑哟。佩佩啊，这位先生讲的哦，真有理啊。你去找医生问看卖，伊敢有把握医好恁妈妈？伊若是无把握哦，咱都要另请高明啊。有啥物代志，恁做恁讲无要紧。我要甲老阿姆转去台北的大病院。哦，是为什么？无为什么，是你这间病院吼设备伤歹啊。请问你是凭倒一点的确定，阮病院的设备伤歹？这种装脚病院哪有可能会偌好咧？大牌名医哦，哪有人会走来装脚啊？佩佩小姐，你嘛认为有转院的必要性？我是啥物人叫你安尼做的？是伊讲的？无唔对，是我讲的。假使讲是我的医术有问题，我愿意承担一切的责任。啊，不过恁妈妈即摆的病情实在无适合转院，因为长途的车程对伊非常的不利。总比留伫这，互恁等只乌白来，爱好足济哦。佩佩小姐，顶摆阮阿舅嘛是得着这款病，伊运气好哦，拄着一个少年的医生，唔免2礼拜
伊就出院转去啊。那安尼，你哪唔较早讲？哎呦，我即马敢是讲啊咧。你敢知影是倒一间病院？迄个医生叫啥物名？当然知影，不但知影，而且我甲迄个医生交情真好哦。叫啥物名啦？叫马太元，人少年，医术高明。前天伊搁敲电话给我，连面就要升主任吗？你敢真正是在马太元？哈哈，你嘛听过伊大名对无？好，你甲因讲，伊是毋是这款病的权威？权威是无影啦，只不过伊对伊的医术非常负责任。你错了，伊确实真有权威。我甲伊是真久年交情，我拢叫伊小马。佩佩小姐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保准伊对老阿姆特别照顾，保证药到病除。请问恁阿舅的大名是？阮阿舅叫做瓜河。瓜河当心。对，你熟悉伊啊？伊是我的病人。哦。请问你贵姓？我就是你所讲的小马太元。马医生本来就是咧台北的大间病院工作的，为着要支持医生下乡服务，顶个月才到这来的。你就是爱操蛋啦！佩佩小姐，你着放心，互恁妈妈住伫咧遮，我会用我的专力来甲医治。被告讲话无算话。当年，甲弟妹嫁养予原告狄光辉、王金海，7年以后无经过原告的同意，私自夺回弟妹。莫过7年以来，辛苦对因的养育之情，请求定偿责任被告，交还原告的养子女。被告将小弟小妹嫁养予原告的时阵，被告还未成年，还未到法定岁数的被告，当然无法度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利甲事项。因此，被告7年前的嫁养甲约束应该是无效。庭上，请求询问被告。温准原告自作代理人的请求。请问，伫咧7年前，你伫咧什么情形之下，把你的小弟小妹交予丁阿伯甲王阿伯？请问，你是安怎送走你的小弟小妹？请你回答我的问题。你叫我要怎回答？7年前，你伫咧什么情况之下，把你的小弟小妹送予2位原告？迄年我17岁，阮爸爸过身，过无偌久，姑妈妈嘛过身啊。我的妹妹纪美10岁，
我弟弟纪莹7岁。哥哥，我就要诶。哥哥，不要紧，我先买一寡菜予我做弟弟食。唔知已经行偌久，经过50条街仔路，四界拢是食的甲穿的。也毋过我落地啊，无半仙钱。若是想到伫厝内咧等我的弟弟甲妹妹，我更加唔敢转去。我大人继续行，一直行。请你帮我说，我厝内底有弟弟妹妹2天无食饭啊啦！姐姐，我不爱食这个啦，我不爱食菜汤。你巴肚枵你先食。等者哥哥伊趁钱回来，就会买足侪好食的物件回来哦。多谢，多谢，你会斗3工哈，多谢。免介意啦。顺见。张太太，你皮包检查看卖呢，内面敢有检测什么物件？郭医生，你讲你厝内还阁有小弟小妹，带你买物件，等于互因食。你年纪轻轻，是安那要去做工课？有啊，为着弟弟妹妹，我已经无读书啊，去做工。不过见到公司嘛已经倒啊，我做2个月的工，嘛拢摕无着工钱啊。你拄则讲的笔录，拢是真实的。警察先生，拜托您啦，先互我转去看我的弟弟甲妹妹，好无？因已经2天拢无食物件。警察先生，我看你着带伊转去看卖咧啦，以我亲像真可怜的款。哥，
你是安怎？哥哥要甲恁分开啊！无爱，无爱，我不爱你走，我不爱你走啦！是啥物代志？我想要收养这个查某囡仔。多谢，多谢你。莫安尼啦，莫安尼啦，哎呦！多谢，多谢你。乖，啊，纪言，你大乖，你爱听王阿伯的话哦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车用你的小弟。多谢，多谢，多谢你。爸妈要过身的时阵，甲交代，叫我甲小弟小妹带大汉。不过我当时并无在条车向因，所以我才去共抢，互警察抓去。我更加唔知互抓去以后到底变成安怎。所以为着小弟小妹前途设想，我才下决心，甲因送互丁阿伯，抑个王阿伯。退掉。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退掉。陈律师，然后来走。郭先生，你免失志，这件案件咱有8成的赢面。多谢。医生，你想过无情无义啊！这位先生，你唔通冲动，唔通冲动啊！我真想要举起刀，马上甲你砍死！技师，你若是有淡薄仔良心，就较紧甲纪美还给阮。继生，我求你，互纪英甲我转去啊！我无可能答应你的要求。真是的，我还有代志，我先走。你选走！你小冷静一下，这是法庭，唔好冲动。阮要甲阮的囡仔讨回来。你三位心情我拢真了解，若无嘛免委托我来拍一场官司啊。林律师，纪美甲纪英敢会转来阮的身躯边啊？官司无到最后，嘛免要确定胜败。即马我也袂当保证一定甲囡仔讨回来。你是安怎？我心情足乱呢。是毋是想要转去王家？阮爸爸为着我，无要搁娶，伊惊新娶的某会甲我虐待。假使讲我若真正无要转去，伊会真寂寞，甚至会活袂落。我的情形嘛，甲你差不多。当初哥哥为着咱，抢阮妈妈的皮包啊。阮妈妈因为同情咱，毋拿伊无怪哥哥，颠倒搁收养我。
爸爸无伺候生的经验。有一年我出票，爸爸急到3更半暝抱我去病院，结果厝内着贼头啊，害阮爸爸的生理差一点仔倒去。啊，毋过阮爸爸毋但无怪我、怨恨我，颠倒阁安慰我，讲只要我病人会当好，钱的损失伊拢无在意。卡出咱的养爸母对咱足歹，咱阁有理由会用离开因。我袂等阿兄开庭转来啊！我要倒转去王家。记。喂，纪英，你要出去啊？我要倒转去王家。你阁讲一遍。我要倒转去王家。你姓郭，叫郭纪英，你无信用啊？当初你是安怎要甲我送互王家？我是为着恁才会向关的呢，你竟然连我这个阿兄都袂知啊！好，你若要走就做你走啦，吉米，你嘛走，我袂治恁两个啊，都当作咱郭家无恁这个子孙啊！哥，你莫甲我叫，走啊！你走啊！走啊！你走啦！哥，你莫生气啊啦！我要来当无生气，为着你我才会向关的呢。我即马嘛有按底伫警察局啊，我为着要找你，我嘛是去交女朋友，还阁有娶某时间甲机会啊！你即马竟然不爱理我这个做哥哥的，你敢知我心内有偌艰苦？好啦，要走恁就走啦。哥，我永远拢是你的小弟。喂，偏家东。东东，我是嘉荣。今仔日暗顿你要食啥物啊？你已经下班转去到厝啊？你要食糖醋排骨，也是红烧狮子头，也是……嘉荣，下班了，我想要先来找大姊。哦，找大姊有啥物代志是？我有代志想要跟大姊讲一下，无你甲下日大姊遐食暗顿。嘉荣，歹势哦，无采你敲电话来。无要紧啦，明仔载哦，我才做你上爱食的物件就好啊。好啊，安尼我先多谢你哦。嗯，安尼你代志讲了，就紧转来哦。好，再见哦。嘉荣啊，拄啊东东安怎讲啊？啊，伊讲哦，今仔日下班无要转来啊。查甫人下班不爱转来哦，一定是甲某冤家啊啦。当初是我甲恁妈妈冤家了，嘛是安尼啊。我一个人哦，搁偷偷去花天酒地咧。好啊好啊，你搁咧乌白讲啥啦？哎呀，我咧家新妇，你莫插嘴啦。哎，嘉荣并无唔对，是东东家己有代志要去找秀秀。是你无听清楚，东东甲嘉荣咧讲啥，你就莫乱教死人。哎。我警告你哦，以后唔通乱骂嘉荣，万一哦，伊若是动了胎气，我会甲你拼命哦。啊，好，胎气，什么啊？胎气？对啊，嘉荣下晡去病院哦检查过啊，已经有新啊啦，所以哦，才提早下班转来。你若无用早甲我讲啦。我本来想要等东东转来做伙再讲，互你这一闹啊，我只好讲出来。嘉荣啊，好，你实在是一个好囡仔。爸妈，恁开讲，我去煮饭。
袂用啊，袂用啊，袂用啊！家勇啊，对即马开始吼，你啥物拢袂用的做啊？爸，不要紧啦。有要紧哦，绝对有要紧哦。乖乖啊听话，等去房间休困吼。老爷，以后的代志哦，全部拢互你来做。这也着你讲，我当然会做啊。妈，莫甲代志看到这么严重啦。家勇啊，你着听恁爸爸的话啦啊。是，妈。舅，多谢。免客气啦。大姊还未转来啊？也未。几乎平常拢比大姊较早转来哦。普通时阵我是比秀秀较晚转来，也毋过秀秀有的时阵学校若较无闲，伊就会比我较晚转来。有的时阵伊会踅去菜市啊遐，搁买淡薄菜，嘛会耽误着时间啦。大姊煮的菜几乎敢食的惯势。秀秀伊足够的，伊下班转来了后，厝内所有的代志拢是伊一个人做的。我有叫伊在好好休困，伊拢唔肯听我的。舅，等下大姊若转来吼，叫伊啊莫煮饭啊啦。为什么啊？今仔日就互我请阿姆、姊夫还佮大姊来餐厅食。宜宾，阿姆咧叫你。东东，真是的，你家己先坐者。姊夫，做你无用，唔免怪我。妈，什么代志？伫客厅甲你讲话，是秀秀因小弟啊。是大汉小弟，就是迄个做推事的平卡东。伊来创啥？伊讲有代志要甲秀秀讲。哦，对了，妈，东东讲伊要请你出去外口食饭。我无爱出去食啦。妈，人东东是好意啊。伊安尼是好意哦，伊是咧唔甘面姐姐。伊安尼是好意哦，伊只是唔甘因姐姐下班转来，搁爱无闲煮饭互咱食。妈，人东东也无安尼讲啊。伊心内是咧想啥，伊敢袂甲你讲？宜宾，你甲我听清楚，小等下秀秀转来，你甲伊讲，该煮的、该洗的拢做了，才会使去甲因弟弟开讲。妈，安怎？你唔甘哦？你惊秀秀伤忝是无？妈，我无这意思。我知影你疼秀秀，我嘛真疼秀秀。若是我无介意伊，我敢会互你带伊？妈，那你为什么？宜宾，不管咱偌疼秀秀，厝内底的代志，该做的嘛是爱做。无来甲秀秀斗洗碗。袂用的。你是查甫人，袂用去灶骹；我是人的大家，嘛袂用去灶骹。也毋过，秀秀是人的新妇，啥物代志伊拢爱做，不管咱偌疼伊，嘛袂用破坏讲家的规矩。大姊，转来啊！东东，你什么时阵来？我来有一兜米啊。我落车了，搁去菜市啊买一碗菜才转来。早若知影你要来，我就赶转来呀。大姊，是我事先无甲你讲，
我唔对，哪会当怪你？这毋是法庭啊，无论叫你判，谁对谁唔对。这样，找我有代志哦。啊，有什么代志想要甲大姐讲一下？好啊，安尼啦，我先来煮饭，等咱食饭饱再讲。大姐啊，唔免煮饭啊啦，我拄则甲姐夫讲过啊，我请大姐还佮姐夫还佮公阿姆做伙去餐厅食。那就遮尔啊无彩啦。大姐，这种机会嘛真难得啊。东东，多谢你的好意，也毋过，阮可能无法度去啊。我妈妈有淡薄无爽快，袂当出去。一平，妈倒了无爽快，敢莫请请医生来看卖？妈讲无要紧，休息困一就好啊。哦，东东，咱还是倒来厝内食好啊啦。你甲一平开讲，我来去灶骹。大姐，敢莫我斗相共？唔免啦啦，你会除骹半手，你这久无食过阿姊煮的菜啊吼。我即马有较进步哦，今日互你试看卖啊。喂，我是江一平。姐夫你好，我是婉婉，我甲冰冰有代志要找大姐。恁大姊当地走卡无闲啦。哦，恁哥哥东东伫遮，敢要甲伊讲？好，多谢姐夫。你稍等者吼，东东是婉婉找你啦。大姐都无闲，大兄伫咧遐，伊要来听电话。婉婉，你等下台北啊？大兄，我甲冰冰搁伫咧德山。哦，老阿姆的病即马敢有较好？老阿姆是有较好啊，毋过医生讲阿姆是真乐观。即摆病情是毋是暂时稳定落来啊？佩佩伊好无？伊足伤心的，嘛真需要安慰。佩佩的爸爸嘛是同款。哥，你甲大姊要来德山看佩佩的妈妈无？我是真正行袂开骹啦，大姊伊嘛足无用的。你无要来，我明仔载都要转台北，我甲冰冰都无爱等你哦。安尼就转来啊？婉婉，替我甲大姊问老阿姆好，顺续安慰佩佩甲老阿伯。好，大兄再见。再见。我早就知影大兄甲大姊因袂来啦。拄则无敲电话进前，你哪唔讲？我知影三姊真希望大兄甲大姊会当来，我当然袂阻止你敲电话啊。我就唔相信，因为遮尔啊无用。我嘛唔信。这通电话害我开30外块，早知影我去买几粒茶蚌食，佫会当润喉保养皮肤咧。好啊啦，莫烦恼你的脑后甲皮肤啊啦，咱来买便当，互三姊甲老阿伯食。秀琪，你敢有听到我咧甲你讲话啊？你敢有听到啊？你讲话啊！你敢知影你的面色真歹看？我无啥物白听。若是搁继续落去，你会听到破病。